81个啊，就抽了81个啊，就讲说足细80岁呢无多的啊，嘉义量个就足细80岁。我按路的就想就讲顺利好好，无嘛补妆啊，就都是头半年的，然后看孙子结婚哦，要做下台，就较满足啦。冇奈何的，冇做下台，等下都做下台是真好啦。不过无理由按常数等到90人岁，俺都你要结婚嘛，俺90人岁，俺都做下摆的俺就做下台啊，叫做当满足呀。第4胎就出来啊，来当好啊。做下台冇人过，也人又当满结婚。系啊。就后生人冇人做结婚啦，就讲没像台湾人20人岁就结婚了，所以做下台较少。台湾人动作就做下台。有啊，也人没有人当作做下台，像北宫，同北宫去嫁来20空岁就结婚，嫁孙呢20人岁结婚，有强势人呢就去做下台了。